第一條嗱，咁嗰個8，我哋首先處理咗個8係等於2嘅3次，所以就係2嘅3次。咁但係跟住呢，指數 a 嘅 n 次再 m 次的話，係 a 嘅 n 乘 m 嘅，或者叫 nm。咁所以我會將呢兩個數相乘，3乘3m 呢就會變咗做9n 啦。同樣地啦，64係2嘅6次，跟住6次再 n 次就會變咗做6嘅 n 次。咁即係話1、2、3個數都係一樣係2，咁所以相乘呢兩個數相乘代表指數相加，跟住呢，呢個係分母代表相除，相除即係指數相減。咁10個 n 減6個 n 就會等於4個 n 啦。咦？咁冇呢個答案喎，咁我哋又要再動腦筋。4個 n 呢就會變咗做2乘2n，分開佢。咁跟住呢，2嘅2次就即係4，所以最後答案就係計到4嘅2n次，即係 B 啦。咁第二條就好簡單啦，咁只係需要將 m 乘咗入個括號，變咗做 m square 減 mn。同樣地 a 乘咗入去個括號，變咗做 a 減 am。左右一樣，咁所以我哋查咗佢。所以人哋問 a 等於乜嘢，咁 a 咪直接等於 m square，所以答案係 C 啦。好啦，第三條我哋要記住 a square 減 b square 呢，就會等於 a 加 b，a 減 b。咁所以而家調轉係 u 加 v 乘 u 減 v， 我哋就會變咗做 u 嘅 square 減 v 嘅 square 啦。咁跟住再展開佢，咁就係第一個數，第一個括號嘅第一個數乘後邊嘅括號，跟住第一個括號第二個數都係乘後邊個括號，咁慢慢爆翻開佢，答案就係 D 啦。